嗱，當初我覺得佢冇咁高級咧，原因係嗰個叫做咧保安級別，因為即使佢偷偷地出去玩，包括佢叫咬耳咁樣度咧，一定有人喺背後跟佢嘅，一定有嘅，最少啊，佢哋咧肯定有2個貼身保鏢。如果去到政治局嗱，我如果真係去到政治局常委級別嘅後人喺澳洲咧，最少係有2個人跟佢，甚至乎係有幾個人24小時輪班。總之每一間最少有2個人。佢去邊度，你就算唔俾佢知道，你都要暗中跟住佢。當發生咗呢啲咁嘅車禍咧，嗰個保鏢嘅作用係咩咧？幫佢做替死鬼出嚟，小姐。呢度你可以你走啦，呢度嘅事等我處理，就代替咗佢。即係話一炒車佢就會真係出事嘅話，就會即刻嚟幫佢善後，唔可能等到差佬嚟，跟住將佢帶翻去差館，打埋手指模、落口供，做埋一系列嘅嘢。所以佢嘅保安級別唔係政治局常委級。嗱，呢個肯定，因為我哋對中共有啲了解嘅嚇。